台语是什么？每个族群都可以为自己的语言决定名字，只不过那个名字不能是误导大家的名字。例如，台语、台湾台语。台语是台湾的语言，非闽南语、后俄话所专属。重申，在台湾的任意本土语言，闽、客、原等等，都是台语。在台湾生活的每个国民，不论族群、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互相尊重是应该。多元的社会不是只有单一族群，不同族群之间互相学习，就会知道族群共享、共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上级主管机关及教育单位主管全国的行政事务，却知法犯法。所谓依法行政，而今我看到的是未经讨论就贸然公布实施，那是民主法治国家该有的吗？那是特权还是该被称为独霸、霸权呢？哪天如我们的孩子问起他是谁，为什么他讲的客语不是台语，不是台湾的语言？语言影响认同，要如何让孩子知道他自己是谁？难道让他的族群消失淹没在强势的政府作为里？如果语言的名字不重要，那姓氏也不重要，为什么大家重视姓氏？难道只为传宗接代？客语或原住民语若不能和其他族群的语言都共同被认定为台湾的语言，台语时，那我们是什么？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要先灭一个族群之前，先要灭了它的语言文化。所以呢，既然姓氏代表一个家族，难道语言不是代表一个族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多数人认为，就一个称呼而已，争什么？表面看来是名字之争，其实是争取族群存在的价值。族群平等、语言平权，是各族群彼此之间该有的尊重与权益。欢迎参与联署，为你的族群、子孙留下美好的未来。